今日我来讲就是安怎啊？这边马来亚有两号款的会销，一号款是叫做，人讲大乘，一号款小乘。特别这句话，小乘不是我人叫我人家己，大致这个全世界的佛教会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。几十年前嘅事，伊人有拢总嘅佛教，有面顶，伊人有讲起来，不应该叫我人这号款嘅会销叫做小乘，袂使用这句话小乘。特别今日真正可惜，真正济咱的这个。咱中国人的会销，伊人渐渐叫小乘、小乘、小乘，上加讲巴利亚、巴利亚、巴利亚。所以这句，我希望路人交对这个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， 伊人那边有假讲偏讲啊，唔通叫伊人小乘，叫伊人。南传，那是安尼对，你无想着我人，啊，你也是无想着一嘴，所以是真正叫，因为这个全世界有讲了，唔使叫。特别咱这边，你看，你去外国，你去大陆，伊人叫南传、北传、南传、北传。你去斯里兰卡、印度个了，特别马来西亚的这个会销，拢总爱叫我人。小乘，小乘，小乘，看我人像个巴利亚。所以今日有了这个发生讲，唔通和这个小乘的经入来我人的暗。所以这个我看了是真正可怜。我今日要讲的话，唔是讲我对我家己，我爱路人唔通去打这个口业。佛有讲，路行咱做人，真正要紧唔通去做着这个路行。但这个路行，巴利话是叫 Dhamma Antarya Punya Antarya。他那我听好路人听 ，Dhamma 是法，佛法 ，Antarya 是破佛法。所以今日真正是人无明白，伊家安尼讲这个小乘唔通入来这个，特别小乘唔通入，虾米事我会得，我讲会得，伊人袂50几地收条条唔好行。你若是认迄个人，你若是认这个经，你唔通收这得。因为这个碟真正侪人爱听，我知讲有一个所在，伊人调子摕我的碟，甲人照了调子来洗甲了捧碟才拍还人，并咱见过有一个人做安尼款的，伊人去传的经讲啊，你人来听苏万老的经，你人落地狱。所以这个你看，这大陆原因对这大陆来，对万道心。因为我去大陆你看，大人爱听，你若是听这个经啊，我唔是去想出来的，我是照佛册读出来的。我人这个巴利的经，巴利经就是讲，完整佛有伫世间的点声。伊用这款的话叫做巴利话，然后有人拍到点讲，无影无食苏瓦弄，其实说讲，布达无讲巴利话，伊讲马格达的话，特别这个马格达的话就是巴利话。
马嘎达和巴黎相像的话，像啊，你叫印度尼西亚话，加这个马来西亚番那话相像。所以这个你看，伊人就安尼款的人啊，伊要 confuse， 伊要做个人乱。所以我这个是讲淡薄，我唔是讲我写清，我是讲人听。因为虾米事，你人本唔通去安尼讲。个第二项，伊人爱讲，这个食肉的回声是垃圾的回声。按你来看，咱的佛就是我当晚问这个阿强，三晚我啲的经，我只讲5日，大只佛教社有笑人无？伊讲啊未出喎。你听看你三晚我啲的经，因为8只经，8只鸡。大母甲二母起价咯，红地鸟喏喏的，你看，你这抬一只8只鸡的事，要来保死好佛，所以这病啊，明白佛本是食，人煮牛来鸡，人也互伊食，特别我人就佛有教，唔是因为你食。你去，你是清气还是垃圾？心垃圾，你是垃圾；心清气，你是清气。所以你看我人的家事无相，我人的家事佛讲，你要食的时，你就要写字，唔通互贪钱痴气，了你是清气。所以你看我人食的时，我人无讲我食鸡，我食猪，我食鴿，无我人食猫食。去在我人关了咩？你人无注意看。我逐过食物件，有当时我看目睭，毋是我爱困，我关。虾米是我关？我这个食药，我叫这个饭甲三倍是药来。药医虾米？医不到腰的病。安尼要你想，你无垃圾，了佛个烦恼，你食的时唔通去贪。所以你看，你人有时煎虾米，了温豆椒虾米，还是蒜蓉醋，我人无温。你互我下煎，我食下煎；了你下边啊下蒜蓉醋，还是即虾米甜椒，我人无温。我人无讲，野豆油来上正，袂使。所以这边你看我人食的时，我人关。然后我讲话我唔关，我讲话无虾米说，袂使伤人。所以今日我是讲互人听，讲但你回想食肉就是垃圾的回想，伊唔系参佛，伊唔系参龙庄故事阿兰尊者、萨利布达、蒙嘎拉那龙庄啦。佢咧几千嘅回响，拢总就烧个了，因为佛教嘅点声，你人看，这个社会人看，回响就出去偷食，人好你虾米你就食，你袂使讲，你来下到一个肉，阿叔，这肉压起来，袂使，我食菜你袂使好啊。不得讲，人好你虾米你本食，我今日来出家，人好我抽水嘅物件我本食。我叫真正祭拜，我唔捌嫌，因为虾米事？这个查某互我的物件，伊毋是要交伫互我抽水，伊昨暝煮了上大木镜，所以来为无说我本食，因为伊煮大木镜，所以我人无讲，这个你害我死我，你做你安尼你互我抽物件无，我人个严禁互伊平安。所以唔是因为食，因为心。所以不大话是一名，曼那不胖噶嘛，达嘛曼那色的曼那玛呀，曼那萨切巴杜提那，巴萨提瓦卡罗提瓦，这个就是不大吃讲，拢总是对心，你心那是清气，你是清气的人，听我讲落听，我逐回爱讲这条。批论和论批论，
路人拢总是我的子孙，了我妈在爱死了，我甲2、3日爱死了，我家伙真正济，了拢总来看阿爸，了一半夜啦，阿爸我订骨互你，阿爸订互你，听咩事你订骨点无点了，故事你阿爸就破病你无来，看到你来虾米事，伊听讲妈在阿爸要做老爷做寡啥，就直订。要人袂晓人，我看伊订了，我话这个查某囝真正有效，实在伊是第一垃圾，他们是垃圾，今日啲大订骨，你是希望讲妈在，了你我看见我，在武道讲啊，对心呀，你心那是清气，你是清气的人，你心那垃圾，你做啦，你是垃圾的人，所以我讲淡薄人听，人。有一个故事，武道讲出来，因为一看到这个和尚讲，呸，臭和尚，几百世特是出世太过，所以今日我来打这个物件，我可看到人，伊人笑，害人去笑，你人唔通参观。because 这个啊，伊是得道的人，好是得道正清气的人，所以咱不应该讲安尼话。上家你想牙头牙关的配烂是配到家己，所以这个啊，因为伊这个叫这个人是咩？Super Buddha，伊去配烂讲臭和尚，几百世伊出世太高。所以这边我听人讲，所以但嘛我讲咱两项佛烦路，达玛安达利亚甲ปุญญ安达利亚，听人我听达玛安达利亚是啥物？达玛安达利亚就是讲达玛是啥物法，安达利亚是破的法。那是一个查某要来听经，你那是啊，你要去倒落，我要去听经，来我的车来起来我载你。你是保师，你保师倒卡手伊来听经，因过世嘅时，安尼听经人才有智慧，到有智慧，你逐过你来安尼，你保师倒迄个车倒载人，你逐过爱出是另外较高过人，但你去砸人，买去啦，我嘛足减一卡啦。还是讲唔免去啦，这个讲了是小乘的经，唔通去听，所以这个是杂。这个达玛安达利亚布达讲，原因你做了达玛安达利亚，你爱落地嘅头一项未走，所以啊，有的人一看到一个罗汉，还是2个罗汉一坐禅，伊未使讲互人听，虾米事伊未使讲互人听。Buddha just explain， and 那是讲了人听，伊那是相信，伊无安怎，伊来无相信打死咯，然后呢，伊谈一个罗汉呢，爱落地极了。and 这个是实的物件，这个是清气的物件，伊看衰人，清气的人，做两项唔同这。所以这个达玛安达利亚是安尼这几项，了若是讲人引经册，还是人讲经，了伊爱去作乱，爱去试说讲这个无影，那个无影。故事真一济，有一条故事我讲了听短短，有一个人伫念经，咱这个囡仔就安怎做？大啲边啊，你人啲学念啊，会往艺术当你讲什么？你过一个来啲后边，那往艺术当你讲咩？往艺术当你讲咩？做乱伊，特别都是回想，特别是回想囝一度，所以伊未通念一经，伊未通，伊要读一达嘛，未通。未谈了，伊就走，走至靠个对，
所以咱即过300万的佛的点声，伊来出世，出世做大富王，因为有宝石，有个做伙小囝，了伊哥甲伊两人得着家伙，你家特别买来伊哥甲伊两人出家，出家了伊哥一下呢，一两个月来谈死过罗汉。了，这个是谈了四个罗汉，伊阿弟呢伊看成伊，一条四抓呢，短短4个月一念未人讲白黑，成看起念未念，早起学了下晡一念啦，睇下晡看起啊未记，就渐未记，一记无。无念经，虾米你做虾米物件业绩，特别要念经未记，要借钱未记，甲了未记。所以歌名讲伊，一个四个罗汉是毋是名？伊是讲叫伊对，你对去，你的人无咧福气通请假世，你无进步。4个月了，一条四抓短呢。一个囡仔就读了，我想半日本会记了，按照你4个月未记。这个人伊故事是做回小囝，伊是讲嫉妒呢。你看伊去做乱人啊，这个叫杂达嘛。and then 伊过关伊叫对，所以伊自己早起6点几起来扫地好事了，伊行出，然佛在。佛叫伊行出来外面，即开行出来啦外面，一看到佛伊礼貌，然后伊讲我佛世尊啊，佛世尊，今日我要对我要偷家世，真的，虾米事你要偷家世？我的哥叫我对，虾米事你哥叫你对？佛世尊，4个月我要读这条短短的4个月，我偷壳未入，唔知安怎我袂安呢？就佛观看，佛举一个布，真的，这个白布，你渐渐脱在手度，你唔使念经，你直提呀，你布直脱在上骨，直脱，你渐渐讲，洗垃圾，脱垃圾，安尼会呢？我安尼我会做，我一直脱，and 佛一日。安那达宾利加急个读完，请佛甲回向，做好事啊，保持啥啦，他那保持的处，and then 这两种保持好事了，有一个交易空，这里迄个人请500个回向，特别伊哥讲啊，下交易499个。过一个伊讲，迄个一个我叫伊出面做回销，所以不但叫你唔使偷家世，你看那大啲咧房间，你渐渐脱咧上骨，洗垃圾，所以香槟佛甲只回销，甲了去啲人嘅厝要食，伫这边啊。拄好咧，人这边较饭要好佛的是佛的手扎的目，牙手砍的目。安怎佛牙手砍的目？所以佛世尊，这道路我总唔叫你买接受过。你讲无咧回向，请也未了。过一个咧回向，伊讲请也未了。所以佛在佛自己伊要成事个罗汉，真正你看伊成事伊做回向真正好。所以按照做，伊将这涂在牙的白布来看，哎呀，白布变黑布，所以去在香菇是垃圾，安尼一关，去在香菇啊，有个人就挖香水、挖不辣、挖胭脂，下面个了拢总是做外漂的物件，那边去在是垃圾，安尼去关，一看就无相。and then 佛在一关的时候，佛个变。可以听，这个是香菇的垃圾，是只心的垃圾是贪钱痴，所以摕来关。心，我这香菇的垃圾像咱垃圾的垃圾，
死灭垃圾是贪钱钱，安尼关关噗，一个、二个、三个、四个，相平一只赚着4个落汉了，伊干了一个心动力呢，相平府改讲回乡请无了，叫一个老宅看咩来找，看到了一个回乡啊未请的，看咩叫伊去。按这老宅去到咧所在，看到1000个回乡，安尼有心动力，一边1000个上甲伊安尼，1000个规暗甜甜个了。这老宅走出来讲，头家啊，1000个啊！了不大讲，你去了让准的，呼，请你去。啊！咱头一个因讲我是准的，都义咩假设，所以这个老仔就去。叫你去的时啊，伊头讲，请你去，大咧因，我是准的，1000个讲，特别呼有解，头一个讲的都义咩假设，这义咩假设拢总变无，咱带去。所以你看，每来负责车讲，因为这个去砸人，你看伊个功德，险彩是福气拄着福，来无拄着福，今日伊是失败的人，无了出家了，你在啊无入家庭了，未成功。所以今日你看，有的人坐善，真正快进步；有的人坐善，真正坎坷进步。是对正事，咱有当时人伫坐善，咱做乱分唔好；有当时人讲经，咱伫这边人要听经，边仔人伫讲话，做一杂，这个叫做本也安达咧，迄个较无错，迄个较幼，大概还无支持。特别这个当人唔通去听，这个就是正是叫做达玛安达咧，真厉害。爱出事落地狱起来做人，伊是戆大，安尼人要来听经了，马路才有地位，伊莫互人地位啊！伊爱出事大戆大，爱出你上下面，像咱这个做白痴的囝，都唔知半项，你打的无intellect啊！所以你看啲这边这个了是安尼啊，个第二项不到烦恼。第二项是叫做本也安达利亚，本也是啥物啊？是做好的功德，像布施受戒。这个去做好，去做功德，做好物件，伊去砸。这个去砸啊，逐个人啊，人要布施，人要受戒，人袂福气。但是人今日来出事，有累无累，关顶无关顶。是对这个布施一项呀，按这个布施个参加界，伊爱出是好业，个关顶，个长会受。所以你看，不达我见个了听好个了，不达本是教安尼样款啊，就安尼做。今日你看世间，有的人有累，有的人无累，有的人水，有的人无水，有的人关顶。有的人听下间，你倒落来对这个一项呢，布施呢，安怎要如布施，你功德无相。所以今日你来砸这个人，你是叫做本也安达利亚。特别有当时有的人一砸，叫你唔免来布施，伊家己本有布施，所以家己布施，伊爱出事有类人。特别你捌看无世间有类人啊，真正有类搞到一个坎站，噗，变个，伊讲无买，伊叫啥物啊 ？Suddenly, abjectly poor. Suddenly， 随便做一下无，因为虾米事伊去砸着人，所以常讲啊 ，landslide 呢崩落去，伊个机会拢总无。所以今日你看，大致这啥越南路人就知，越南这 millionaire 拢总
就无点伊祝福变做空中山，头伊人买走，尾来人走，走咧只boat people 就是来，即boat people 来啊，boat 是自船啊，就越南就是来，龙舟嗰啲是福建人，金條頭尾幾隻船，頭人唔知，尾來人知，嗰啲只 boat people 正是福建人 ，and then 海賊拍槍。millionaire 本你無拍槍啦，嗰一隻船嚟，冇得冇嚟，帶去敲一個，然後攞三個牙籤。你講啦，玻璃沙馬達到啲四海當你去講啦，鬼有聽無人聽，叫天無應，叫地無應，到啲海底啊，到啲大海去拍槍。下槍不要緊，睇甲你解會了，伊叫你煮飯一食，食個不要緊啊，個買對，如果無玻璃沙，規個海嗰度無半人，只會救你，無人會救你。and it rip 一個上間一個 and 這個就是講啥物啊？長會解會攏總變，無驚攏總關定人，今日。做一個解會無，佮做着一件小事，and then 你看真正濟超工時，所以這個就是 suddenly abjectly poor， 就是講責人，不要安大呀。咱來出世做人啊，你看真正濟人拍拼了，為甲人為，就是好嘢，就是進步。咱来想看，suddenly来变做巧，做一个巧了个不要紧，拢总失败了，无惊本失败，是真正大的苦，人讲口甲目有本无，所以咱唔通做这个两项。actually 是我讲的经，你人掂无掂，你去听看，你到你一答我嫌人，我无嫌人。攏總嘅經是教你安怎行後爸母，安怎樣行對，你即時快樂，後時你快樂。攏總安尼樣，我唔捌講大聲無好，我唔捌講。但係我人講你聽事實啦，小些大聲嘅冊，真正這本啊，起險我人嘅經，伊講是小聲。你看有一本藍的冊，按照講，伊講四地法八正道十應言，這個是小乘的經，這個無需要去學。了，這個小乘的人是著書，真個這項我咪講嘅，這是，特別你今日你人若是找到一本的，我人。南轉的冊有講大乘，你摕來我省你100塊還是1000塊？特別我無鐳啦，我有pension的鐳我會使搞啊。我本加減有，你拿一本冊來看，我人唔捌講，安尼我人的界袂使講破害別人的界。特別你看真正是一個北轉的。真正這本我睇啦，幾本我寫起來，actually 這3本嗰了是咩我人嘅，嗰了是一個北傳嘅，人翻譯了出來，我人冇識晒，所以你看真正，我是講互人聽，唔通去挖一邊挖嗰邊。再講今日咱來出世做人，咱嘅責任是乜嘢？要來做好。這個是頭一項嚟搞，咱頭一項要做好是咩啊？頭一項啊，入 first year 冇得加，這頭一項金惡頭先，惡唔通做。他那你聽好，我教你講惡，我人未曉。他那頭一項金惡，你做了惡，不得講。死的苦所在天台路了，你看人的做惡，伊要死的時啊，你看伊安怎樣？三節講的，八金波的，
大伯、二兄、大嫂，好兄弟来了，来听开了，所以要去这无好的所在了。有诶还未死，食屎了，还没属于食屎，伊要出事食屎物件了。做佛讲啊，做作恶诶人啊，还未断开，要断开点啥，要醒出了。所以人未晓人讲反省了，都要死了啦，反省了，去在有影都要死反省，是讲是无做好。要那是。有个人啊，我古时做老人经啊，啊未死啊，吐死点点吐要食物件，万一个我爱食一个，万一个我食好咧，伊点点想要食，伊要去五鬼个所在，讲叫个爸爸才来去啊，一口看着了， and then 你看伊痒伊惊，目睭大大泪，我家己个人。伊一过要死，我抱伊只手，我看伊食力了。但伊火金对，火金对了，伊要怒日唔在人。国嘅一个字，伊要死嘅时，伊开目睭，但伊目睭啊，我讲你听，较大蕊过牛。我则讲，安尼就是无好看头了。你看到个惊像大蕊，安尼大蕊。所以你看头一行人爱做禁恶，恶唔通去做。你睇下咱头一行爱知，啥物是恶？恶10行，骹手做嘅，咪自己干嘛？爱睇，爱拍，爱睇，来到头只物件，摇火柴拍落去骹子，加东西，掠咧加压咧食，唔通。哦，几粒嘛，即睇实咪。特性，第二项咪头铁。今日你看世间，安怎有人食长命，有人食短命，是对这个头一界。即使伊无虾米做只活物件事，伊特别是出世老70几岁，无再讲坎坷死，我个较坎坷死，拢总一个干了爱出世短命，爱做你做，但比你来预备爱短命不要紧，所以不当讲买实性，特别出世长岁少，买实性未落地嘅较济。了买头铁阮未落地嘅，头铁啥物啊？到当时啊，我若是头铁，一大补王1000块还是100块，迄个较袂要紧。你去头铁一个老阿姆，伊故时啊，伫也尖山，伫甲人补3块，了捡了12000块，伊要做观察本，互你头铁落去咧，观察本无，了互你老阿姆耗咗2-3个月，袂要紧啊。伊个观察本你去摕着伊啊，伊累啊，互你人啊死甲无人笑啊，烂啦，啥物啦，所以你会清嘅，即个是落地嘅，落地嘅起了，因为你互你老阿姆大苦，通食无通食，即个去土工无，迄个土工无，大家去爱食有，正800人一大顿，你看伊家庭真正。都就话讲，真正大的凄凉。福建话个无安尼厉害哦，大的凄凉，真正。所以这个就是对这个爱头铁，所以第2项买头铁，第3项买声音，声音是虾米啊？教完了，过去创治人的无惊。人抓真正济无要紧啊，无人推啦，如无人推，天推地推哦，你家己知啊，天知地知啊。你看电视时我才讲就搞笑，有个人讲到伫天顶啊，伊无落来，伊下伊啊听看有人讲虾米，做有人知。有当时讲，哎呀，安尼黑暗的事你本敢做，天公知，人公知，拢总知。所以这个声音，佢讲啊，
那是做真正忝也落地狱，了起了来出世做人，达过伊入人的家庭啊，教完了啊，像个帮派兄个帮派嫂，渐渐拍，车拍家己教呢，渐渐教咯。未教完的是大人哦，也教完了的是哇，赤白白。所以这个就是三项，这叫做卡手卖做，除了四项卖做，头一项卖骗话，第二项卖点讲抄人，伊三句真伊家己抄，伊卖当，伊讲甲了人抄，伊家己抄，伊无讲两项，第三项卖听这边学那边卖。听那边学这边害人家咯，咱就使抓老鼠。第四项起生地，过咧吹，安尼起生地啊，阿妈本梦想，本讲咩，所以这个吹的四项，得了七项了啊。心的三项，心的是啥物啊？贪心。我但是讲贪心也来做点心，真正惨唔通。我家己的人12月点无点一个朋友来，互伊500块，佢开啊！12月如果互我500块，虾米类来？免问啦，你去开啦！你唔好讲我唔敢开啊！你讲啦，加抓子啦！佢仔可以借抓住，你去开咯，会用啊！佢嗰隻會用啊，嗰隻件會用啊，500塊開嘅了。伊可以是講啊，我無教你偷偷經驗，你最緊要去開，開嘅了會用，你講哇真好，今2禮拜以來啊，安怎樣？哇 ，very good！我都甲你講啦，我叫你互你500塊，互你去 try 看，看下伊人發明嘅計抓子啊，政府唔得了，上個政府嘅啊。睇下你看，伊就貪咗你500塊了，伊心肝大了，貪心起了。無啊，無來扣啊！伊問講，你人家講啊，你愛無1000換5000，啊！我互你1000塊，你互我安尼看你賺住5000，也對啦，我互你。也上個路嘅包啊，但冇 commission 會使啦，伊甲你講，特別換嘅是安尼1000換5000，貴買未開了。伊叫伊某賣掉進去，伊銀行嘅利息出來個了，攏總傾起來15000，按一想1000變5000，15000變75000，哇！花意思啊！15000了，何解一個人老人伊個搞啊？伊講袂使好路啊，行白白去啊，來去到邊呢？B Street 帶去一個樓梯，你lawyer office 啊，出 street 本嚟落 ，Bishop Street 本嚟落，這邊去，你講你大一啲，你袂使去，等於是 lawyer office，這個是 international， 外國嘅啦，會搶人，甲了去做這個物件嘅，我去你袂使去，你去那伊人甲了冚就無好咯，所以講好啦。你去對面啦！伊想講這個樓主，我聽大隻樓主，你就未走啊！第時這麼帶去落白位了，到這個你必須你唔知有無咧厝啊？各有個啊，15000撲街，聽睇啊，跟住走啊！安怎無帶去嘅話，你實在講走路了，無了，無進去了，伊俾你扛了，所以貪心人嚟就做點心。第二項生地賣，但落一個人落地嘅無去生地，攏總是生地。你呢，吹嘅毒較厲害過牙刷拍，你牙有時手去拍阿媽呢，拍就聽一下呢。特別你話是講吹講嘅話，傷咗阿媽真正久啊，也是驚命阿爸阿媽困，死鬼啊，
细细汉伊破病，只咁过伊摊下你看，就命我了。但係我若是老了，安怎過啊？了规點淡嘅想着白接老，那有時好着就只1年2年，所以怕嘅是一兩日無了，這個吹嘢厲害，所以去聖地唔係講話，所以這思行。先咩談先唔通，聖地唔通，講笑唔通，講笑只對象攤真正濟。你蝦米事佛講了，到安尼點聲邪見要來，邪見什麼啊 ？wrong beliefs， wrong beliefs 真正濟，真正濟人啲去啊咩？你去聽蘇灣佬講凄慘啊，嗰條波斯，嗰條小界，嗰條謝山，嗰條金屋，嗰條有界10塊啦，我好你10塊，我好你1張紙，我落去捉落去咯，嘟一坑落去，加到去天頂。了頭無要緊，一個甲你講，我教你路，你袂使甲人講。你看佛嘅手啊！你看我一身徛，伊做伊手安尼樣，你人有看到我佛嘅手。因為邊人甲了攏種嘅佛，蝦米事伊做伊手安尼？佛講啊，安尼手就是講啊，我所教嘅物件，佛法 ，it is open, not closed， 無閉密。但我一個教若是教你，一個袂使講互人聽，閉密嘅物件。佢咧教是惡嘅物件，一人10塊，1,000人10,000塊。你還咧10塊，佢唔要緊，伊個甲你講，一個鬥地，佢咧鬥地，你嚟地較低，你係point較低，你係面當較低，啊！所以一個教了啥物啊 ？commercialization， 這裡冇干了不使。特別我買講上這個物件，你人知就好。冇得教這個物件，叫愛金學，要咱無入這個4塊，第一無入5鬼未做，禽獸未做，有錢有怪未做，啊！第2步邊呢，他們做好，做好係咩啊？波斯小界謝聲，蝦米事波斯安尼要緊，安尼攏種人對一項大苦，對愛貪，逐人唔敢幫迄個。你看一個人伊無類嘅點聲講，哎呀天公喂，我若是貪路邊食夠熱了。到有路邊食了，伊貪會大點咩？未大點，天講話貪食有了啦。特別凊彩炒茶你嘛，互我一間阿搭厝啦嚇。哦，拼阿搭厝有了，天講話逐人教應我邊愛教應啊！互我教應好好嘅某，個水水嘅某，個好嘅某，個乖嘅某，個有囝。好來，攏總來。頭殼無骨肚去找骨肚來下了，再來白。睇某生日，中午生日，睇後面這個白樹、紅樹攏總來，唔要緊。嗰直直拼，一直拍拼，生意直直做。買來講啊，是講話啊，睇下我袂厝啦，阿搭厝買，阿搭厝有了，伊買一個housing class較大間了，伊趁着你，搞伊滿足咩？無。我入政治了要做啥物啊？我政治啊，有淡薄名聲，鬥骹手啦，你彭俊的我本甲你鬥骹手啦，頭年了，明年講你嘛是畢業季嘛，鬥骹手啊，唔係畢業季搞咩？無咯，唔得，嘛就愛打賭驚咩？無啊，嘛當時，安尼樣。司機燈擋了啊！話你講人講我賣了，所以司機燈無擋啊，未講賣啊，愛啊！你看，邊人安尼好嘢人，弱智好嘢人，我唔係講自己，你每個教了會，你掛筆忘了啊，無教啊！
所以这个武大讲贪情痴无痴，所以这个是叫做心的是贪情痴，嘴的是死行，下手的係咪是惡啊？要做好保持，保持是要掛這個貪，以後放嚟得。第二項愛受戒，大人愛有戒減愛五戒。這個五戒是好啊咩啊？你看一個人大的戒聽，大人有戒，伊無做惡。你看伊無殺生。若是講一間厝啊，煮監針都要睇，伊毒，伊無這吉善心，無這吉善心嘅人真係毒。所以漸愛偷睇愛下面，本是貪，and then 下陰衝擊人嘅目標，本是對貪。所以看攏總是這個三毒貪嗔痴。所以今日你看我淡仔賣講小姐姐保持嘅經驗聽定者。保持受戒戒善是這個三項呢。如果是做了這個三項，戒善係咪是要緊？頭我講淡薄戒善，其實係咪是人戒善？今日這人叫我教伊戒善，好我講，你話戒善做下面，昨暝一個囡仔來，小嘅咧帶來這叫我看我就無入來我就講小囝來了。戒善就是戒人戒，安尼蝦米是要戒善？戒善是要掛貪，伊戒善是愛貪，愛乜解？愛有行動力。我聽講戒善了，我會看到物件，我會看到這個，我會看到咧，我人破病，我會醫人。了，我會看到紅光心靈，咁了也看到，有嘅講我會看到鬼，所以這個物件咁了，攏總愛看到，愛做這個愛好咧，攏總是貪。所以今日正是戒善什麼？放咁了心情啊清，咁了心清啊，你未煩惱，咁了無煩惱，你真正好困，咁了真正好困啊，你人真正叫做健康。actually 幾年前啊，1956年嘅時候，我大拖磨啲別人使，了買來我突然去古林路滾出，伊人嫌棄我就檢測，3年當學使，當啲一晚掉咧最老學使個掉係，個牙點把刀個掉係未老係個嘢相看。世界咯，減袂減，我係使是減嚟。你人 office 係減，我會使一罐嚼，你人真正嚴。按這就要嚼，你嚼突一把你才去。and then 如果嚼啊使去嚼去真嚼定，and then 茶無半項，特別批來講，嫌佢健色，無去了。56年無，71年嗰個浮起來也無滾，報生一粒，不是我係記，我係紅記，大粒嘅紅記，出世來有一個紅記，那這個紅記買來啊，到個食到50幾歲以來，甲你生囝，嗰個兩禮拜囝生孫，這個記生囝生孫，伊是要生健康了，所以我係頭家講酷。quickly cut it off， 掛一講，加去一條皮來，過頭細了看袂清楚，特別嫌疑是健色，腦袋無了，睇下10幾年、15年無了，所以你看一個人若是真善啊，歹性地本無了，病本無了。天我就會看下面我本無，我不大上看你本就叫心臟病，大啲你本就20幾日下隻擺，無半人會使來看我，安尼我心情，安尼真無好事，本無半項，今日我大啲包，刮本刮，有當時刮到半時有一個
我伫即个我挂个半死，要安怎无病？上个马仔听见啊唱两三道无了，所以看即个节贤啊，今日我真正好死健康是对治得落来。即个健康袂要紧啊，特别今日我甲人讲啊，我会坐伫房间规日大点点，有人出来看坐袂大点，无等到上古大房间锁起来，落上古房间，迄心渐渐走伫外面。supermarket 有卖虾米，进来看虾米戏 TV， 睇着虾米，落来看，卖我人大点，落卖，所以即个你看。是对治到了对节上，所以今日我讲他妈 history 讲淡薄尔，我要讲个袂晓，我要听 history 个 history 哦，这Buddhism落来。佛离开世间3月日，过了3月日的时啊，你知无啊？这佛伊要去立团的时，倒地啊命的时了，这回想成了。3个罗汉还是4个罗汉，一人大点点看见这个佛，一入定了，一只去立团，拢总大点点。人无成3个的，伊2个罗汉，1个罗汉，还是无成半项的，拢总好啦，将好，啥人，啥阿爸的死，拢总子孙好啦，大好。按一个老和尚点无点安怎讲？虾米通好？佛有伫个点声讲，这个袂使，那个袂使，这个袂使，通啊身身无伫了，虾米本会使伊讲？所以这个和尚就是讲啊，伊无训练的和尚，所以讲身身无则是好啊。上个大啲学堂啊，身身来出去，人家大跳啊。when the cat is away, the rat play。无话讲啊，鸟无伫鸟出欢喜所以这个啊，马哈加萨巴加萨真正听着，佛的上古的有伫未去花心的人就讲安尼了，安尼话，佫毋是外人，佫是亲家世的人，在你看，哎呀，这佛经要失败安尼快，所以伊过了3个月。伊求开一个叫做讲授，巴利话是叫3个亚那，伊是有讲授隆重的会上来念经念佛的经，跟佛讲的经跟出来念，按7月日，按伊人袂500个，按伊人要经500个，隆重是成了4个罗汉。拢总是佛教的是水清的罗汉，特别伊人要经500个，甲了有心动力呢。等伊人经到499个，过一个位放空，安尼虾米事啊？这个马哈加萨巴伊知讲，结尾啊难存者，佛。离开世间的点声，伊是1个罗汉，所以调伫留一个位，安尼佛还未去立团的点声，佛有讲，过了3月日，难存者成谈觉我，过了3个日，所以这个要开会时，对了3个日。佛日日难存者吐死病，伊讲佛的话毋捌错。佛若是讲过了3月日，我正就会谈。所以今日是3月日了，过这3月日我正就会谈。所以吐死就是坐到3摆半暝过1点就是算结日了，过了。过了的时啊，伊拼到半死袂通，安尼虾米事啊？伊出一力上济，正清净无 balance 甲别项，正清净过头上，然伊搞个个看淡过上古过头前，了伊看坐紧来上，
拍拼甲安尼，忽略我毋捌错，今日3月日了，完咗我阁未坐先，无听着我拼过头，我来放零淡薄。所以这放零的点声，伊坐落去的时，伊要倒落去，伊要来喝喘。伊就倒时啊，伊用 mindfulness 正念直直关倒了，倒慢慢，噗2個啦，噗3個。頭殼還未動就蒙嘴呢，還未動就一寸頭呢，彈4個羅漢，人就彈咗4個羅漢呢，心動力能夠有，人險頂開大會，499嘅會上來了，人一個教醫康嘅，噗用心動力背啲字，人這499嘅看到阿蘭真正沙都，我諗希望講伊來，有伊來，所以忽略話。毋捌錯誒，過了3月日，確實過了3月日，伊無講過了31日，在真正幫助你嚟講，忽略話毋捌錯。所以after這南傳者這咧，伊人念這個叫做桑加亞那，跟隆中佛講嘅經直念，隆中念巴利話。隆中啲向邊啊，一往咩數當一講什麼樣八個，隆中達咧，阿蘭專家嚟講這個經，記錄就是有巴利話啦，有巴利是即歸講這個非常嘅記錄227屆，and then 經嗰了是阿蘭專家啲講出。7月日伊人就是安尼經驗，就是阿扎薩都昂做patron是叫咩？patron啊？patron是來做頭一關一個patron阿扎薩都昂，伊做patron伊起只會場，高只會場，7月日patron啊，嚟 club 嚟做patron，有咩政務啊咩務啊？中部啊，something like that 我同人話都仔啦，所以3月日後呢，伊人做，咱佛教嘅會上達你嗰個行動力嘅變化嘅蝦米攏種，咱過了18年，佛經直直拉三。拉三對啲大陸對這個回向，係阿咪伊人會使受鹽，你知無鹽？我人未使受鹽，阿咪做咗受鹽，人偷食了這上正貼鹽來下，要好食未使了，做佛唔好。然伊人講那是食，你看白羊龜。過了12點，龜淡薄會使食，人哋佛講啊，龜鵝未使食，伊人要龜鵝要偷食了，所以伊人出第2條嘅路，第3條路人出講啊，那是回向要去外祖父，伊會使下晡天個食嘅一頓，所以這個記錄伊人要計幾哪項，個計下面會使認類。所以這個人哋嗰了隆中拿3入來就是蝦米啊？伊無咬路個北莊南莊啊未個，嗰了是啲咬路啲記錄呢，18年，咱這18年過了後，伊人算，伊人經就係，伊人經700個回向，隆中這700個成了4個羅漢，但係這700個啊，有幾哪個是佛嘅真相？阿蘭尊者，阿蘭嘅尊者嘅道地有7個，了一個阿努魯巴，伊嘅道地本有9個，有9個，古時佛嘅點聲個他來有地，人100幾歲，那古時嘅人食正當命，一個會上食到160歲，那蠻好玩嘅呀，他那食75歲老伯，夠當了，愛死了。所以你看，這個是第2個桑加亞那，伊人咬咯，
咱来第三个三卡亚那，这个就是100年佛离开了立团。国第三个三卡亚那是国建佛离开世间636年，阿苏加王的剑声。佛教的时，大地叫这个叫做巴那的湿地甲到迄个湿地迄个气条差不多20,000个回响。真正济会使讲20个回响，19个是后打的回响，这里makan ya pasai。And then 我人就有款的安尼款的，这我人南传我人1月日2到，我人就要念这叫做大，我人的纪律巴蒂摩卡，这个念7年无人敢念。了有一个和尚，伊住伫江边伫修行，伊是四果罗汉，伊是蒙嘎利布塔迪萨，伊名蒙嘎利布塔迪萨120岁，了阿苏加王叫这和尚就要念这个巴蒂摩卡，了这和尚唔爱念，因为虾米事啊？拢总的和尚无清气，要念这巴蒂摩卡就要。真正回想，把你清气，把你才会使入去念。佛的点声有一个回想垃圾去参，咱佛大地那边，巴蒂摩卡回想500个来了，要念经，特别一个回想无清气的回想来参，咱佛买念，咱安南全家讲，佛世尊拢总回想来了，佛不大多点点。第二道安南达个土，佛世尊拢总ready了，答念，不大个点点。第三道安南达个讲，了佛就讲，安南达，这个佛经到底我面前无清气，人家不大就讲无清气啊，目犍连就起来，跳起来，要